澳門樓市又加甜啦，繼18號行政長官咧講咗600萬以下嘅房產交易稅係免稅之後咧，咁今日我哋嘅經財司咧，除咗一系列嘅經濟提振活動之外咧，亦都宣布一個重大消息，就係降首期，提升我哋嘅按揭成數，咁啊進一步咧令到我哋嘅置業人士減輕負擔，咁啊大家嘅靈活度都會高好多嚇。應房地產市場嘅情況，調整購買不動產嘅稅務鼓勵措施，合資格嘅居民購買居住單位嘅首600萬澳門元，將豁免不動產轉移印花稅，並將配套咁樣調整樓宇按揭嘅成數上限，進一步減輕置業人士嘅稅務負擔。喺2009年以嚟咧，其實一路都係加辣政策啦。咁今次咧連續2次嘅加甜咧，一個政策咧，先我哋唔好講樓價升定跌，係咪即刻會暴升，係咪即刻會大旺先？但係應該起碼咧令到個成交量有所改善咧，我睇到應該係做得到嘅。嗱，除此之外咧，其實早前彭博社咧亦都出咗一個引述咧，就講我哋嘅住建局咧嚟緊咧，其實除咗呢一啲降交易稅同埋提升首期嘅政策之外咧，仲會做利息嘅補貼。嗱，咁補貼嘅力度今天咧仲係未知嘅，大家都係估估下。但係如果個補貼力度咧點為之係有效咧？就如果佢係低於嗰個租客嘅租金個利息，嗱咁咧就對於租樓人士咧應該係相當吸引啦嚇，咁啊無謂租樓啦。咁大家試下諗下，好簡單啫，首期就少，利息就低，交易稅就免。嗱，咁如果咁嘅情況下咧，你係會選擇租樓啊，定係選擇幫自己供翻層樓咧？最後咧就順便睇埋呢一篇新聞啊嚇，咁都讚下特區政府經財司。嗱，呢篇新聞最後好講啦，政府繼續派錢，咁啊相當好啦。第二咧就企業嘅財資中心嘅稅務有優惠啊，咁啊跟住咧住宅嘅水電費咧有補貼啊，咁都係相當唔錯嘅政策嚇。咁啊大家對以上嘅政策有咩意見或者係有咩諗法咧？歡迎喺留言區大家互相討論下，多謝。